一同领导7分钟，让我们一起灵修祷告。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参加婚礼？我相信很多人喜欢婚礼，特别是那个氛围跟场景，会让人感觉甜蜜跟美好。事实上，上帝创造的人类的第一场的婚姻也是那样的美好。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，上帝为男人所造的配偶是何其的佳美。圣经里面提到亚当在园子里面，上帝给他工作，修理看守他的园子。然而上帝看到这个人独居不好，所以人必须要有一个配偶来帮助他。即使这个亚当他有很多很多的动物陪伴他，他有很多的这些工作可以做，但是这些都不能真正的满足他的心。所以后来上帝透过亚当在睡觉的当中，上帝用他的肋骨造成了女人来帮助他。上帝乐意人能够有配偶，能够有一个帮助者来帮助这个人，让他可以更加的成熟跟成长。所以婚姻是让人可以更加的成熟，更加的成长，并且彼此互相得到益处跟帮助。上帝乐意透过婚姻来祝福人，上帝乐意透过婚姻来使人得帮助，人也透过婚姻能够彼此有建造跟成熟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常常为家庭来祝福，为婚姻来祷告。或许我们当中有的人还没有进入到婚姻的里面，然而你要相信，上帝必然为你预备一个合适的帮助者来帮助你。不管是男生或女生，上帝都乐意让人能够在婚姻的里面享受祝福。当然，有的人是单身的，有的人他对婚姻并没有那样的一个意愿或是兴趣，这要上帝特别的恩赐，有上帝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感动。在上帝给的婚姻里面，另外一个让人可以学习的地方，就是透过婚姻彼此能够成为建造者。亚当常常称赞自己的太太，他说：“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”所以人在彼此的称赞当中，也彼此的建立跟成长。所以在婚姻的里面，我们也看到彼此的建造、彼此的成长，并且透过美好的言语，让两个人都能够得到造就跟帮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愿上帝祝福你的婚姻，特别在疫情这么严峻的时候，也许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。也许不能够出去外面去郊游、远足，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活动，也许必须要常常有长时间在家里面，让我们能够关注在家里面这些重要的家人，还有我们身边陪伴的伴侣、我们的配偶，让我们也常常用感谢和赞美的心，用感恩，并且用好的言语来称赞他们，让他们也得帮助。愿上帝祝福你，让你的婚姻更加的美好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愿你祝福我们所有人的婚姻每个家庭都是蒙恩的，让我们能够在婚姻当中能够享受你的美好。我们也祝福那些预备要进入婚姻当中的人，让他们能够看到上帝为他们预备合适的伴侣。谢谢主，我们当中也有人是单身守独身的，他们也在上帝的祝福的当中，愿你恩待这些守独身的人，让他们也在独身当中得祝福的帮助。谢谢主垂听的祷告，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